提申根护照伫欧洲会当溜去，因为入会国家会当互相无边境管制，自由来往。今年开始，佮新增加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入会，所以因的版图已经扩大到29个国家，人口亦是达到4亿7500万人。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个内政部长，伫下年的即日暗，拢出现伫边境的检查站，恭喜遮赛车的人会当唔免落车查验证件，直接通行。За двете държави България и Румъния това е ед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успех, който постигнахме съвместно на база на доверието и на усилията, които положихме през тези години. 即2个伫东欧的国家边境相连，逐工要过境的车数量是真大棚，2个各界30个检查站。为着要检查证件，逐工排队拢是排甲老长。这2国从2011年就开始申请加入申根区，后面新冠局伫去年12月12日正式投票表决通过2国的申请案，而且决定伫2025年1月7日返点过开始实施。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007年开始就是后面的新冠局，2010年就已经有加入申根区所有的条件。会拖遮侪年，关键是因为奥地利甲荷兰对非法移民偷渡过境的问题有疑虑，嘛因为安尼，海空边境的申根区为去年3月份就开始实施。陆地申根是伫咧2国甲奥地利签署协议，答应会加强边境的管制了后，才有具体的结果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